今日啦，同大家咧嚟到荃灣青山道紅棉大廈地下呢一間咧超高人氣嘅火鍋店大滾油火鍋，成間店啦都好有宮廷 feel， 仲好啱打卡啦，同埋自拍㗎。夜晚嘅燈光咧，簡直咧就氣氛咧好正㗎。呢一度咧係主打牛肉啦，同埋海鮮嘅。呢一度嘅食物選擇咧非常之多，我咧就揀咗個龍躉片木瓜魚湯鍋底啊！呢一個湯底咧超香啊，仲有少少木瓜嘅甜味，簡直咧就係滋潤養顏，飲咗咧皮膚都會靚啲啊！打邊爐之前啊，飲翻2啖魚湯先。哇，好潤喉，而且仲好暖胃，好滑啊！好重個魚湯味啊，一定係會好靚。而且咧，有冇睇到啊？剛才咧佢咧倒落去嘅時候，非常之有儀式感啊！我第一次咧係咁樣食一個咁精彩嘅魚湯底咋。海鮮咧就點咗新鮮嘅北寄貝2隻，哇！你睇下幾大隻，哇！成份面咁大添啊！哇，厚身啦，爽口啦，仲好鮮甜添啊！一定咧要點呢一個咧大滾油嘅牛肉拼盤啊！細盤咧已經好澎湃啦，一片片嘅油花咧非常之靚噶。牛肉咧喺個鍋裏邊咧烚幾秒咧就夠啦，入口咧好嫩滑，牛肉味咧又香濃，好滿足啊！呢個水蓮幾靚，打邊爐咧都比較少見啦，而且咧佢仲係爽口啦，唔膩，配魚湯咧好清新㗎。即炸嘅響鈴啊！哇，炸到黃金脆卜卜，好香啊！你咧中意咧食浸一浸佢又得，如果唔係咧就咁食都得㗎。浸一浸佢咧就可以吸收晒木瓜同魚湯嘅精華。手打鵝肝蜜汁墨魚丸，每一粒咧都好實淨，好有彈性，咬落去嘅時候咧仲有啲鵝肝嘅味道，仲有咧好香嘅墨魚味啊！當然唔少得甜品啦，睇下幾犀利，係火焰豆腐花，我都係第一次食到㗎咋。好好味啊，好滑啊，直情咧係入口融化咧，完全冇感覺。同埋咧個豆腐花嘅味道好重啦，仲有少少糖喺度咧，甜甜地咁唔錯。成個餐食落去咧 CP 值高啊，仲好有水準添。如果你中意打卡同埋中意食咁高質嘅火鍋咧，快啲約埋朋友一齊嚟荃灣大滾油啦！記得咧同 follow 支持我啊，下次見。